在雪中悍刀行中，徐凤年有5次机会，但凡抓住一个，不费吹灰之力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。第5个，一生外公钦天监被灭一半。虽然在徐凤年的江湖里，他的母亲吴素已经身死，只能留在回忆之中了，但是徐凤年却还有一个刀甲外公祁炼华，他不仅是天下用刀第1人，更是有着书圣的称号。虽然在吴素死后，祁炼华就一直隐藏在了北凉王府之内，甘愿做一个老仆人来照顾自己的外孙。尤其是在徐凤年出生后，黎阳安排的那些刺杀几乎全被祁炼华暗中挡下，并且他也在徐骁死后，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以及保护外孙徐凤年，以一己之力杀入了黎阳钦天监之中。那一战不仅赢了顾建堂，更是逼得原本惜自尽。不过在徐凤年的眼中，也许这位外公留在他的身边更好一些吧。第4个，一生舅舅天门外斩仙人。桃花剑神邓太阿是吴素的一位弟弟，小的时候就深受吴素的照顾，所以在徐凤年闯荡江湖的时候，邓太阿也在武帝城赠予他飞剑12，还帮徐凤年杀了武帝城6奴，以及盯杀了赵宣素，更是在最后一战的时候，一剑斩断了镇压徐凤年的天道光柱，一人一剑挡在了天门之外，防止天上的仙人们出手，将整整81位走出天门的仙人击落。最后那一战，徐凤年要是没有这位老舅，估计面对仙人的插手也是分身乏术了吧。毕竟一个拓跋菩萨就已经够难缠的了，而且在李淳刚死后，邓太阿就是世上当之无愧的一位剑神了。早点多喊几句老舅，徐凤年不也就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吗？有什么不是老舅一剑能解决的呢？而下面这个就是看出李义山的强大了。徐凤年的5次机会，但凡抓住一个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。第3个，一生师娘，黎阳拱手相送。这一个师娘啊，并不是指李淳刚所爱的绿袍儿，毕竟绿袍儿当时已经转世投胎了，李淳刚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，也根本帮不了徐凤年。而此人是指李义山的那位爱人纳兰佑慈。虽然纳兰佑慈在设定上是男的，但是他却对李义山有着感情，并且和李义山一样，纳兰佑慈也是一位大谋士。虽然在功绩上面他比不上李义山、袁本熙等人，但是纳兰佑慈在对于天下格局整体的规划上却远远高于其他的几位。从春秋9国大战到黎阳占据中原，再到之后的两莽大战，以及新皇帝赵铸的上位，每一步都有着纳兰佑慈的谋划。如果徐凤年能够多叫他几声师娘的话，也许看在李义山的面子上，纳兰佑慈也会直接将徐凤年安排成黎阳的皇帝。毕竟老李头就这么一个出色的弟子啊。第2个，一生姐夫剑斩天下。众所周知，徐凤年有着2个姐姐的存在，其中大姐徐之虎前世是吕祖的爱人红衣，而这一世洪喜相也一直等待着能够下山去找红衣的时机。说白了呀，洪喜相就是徐凤年的大姐夫，而这个道士又是吕祖的转世。在当时明悟后，他直接骑鹤下江南去迎接红衣，一剑斩断了各国残余的气运，最后更是为了能够保住徐之虎的性命，自愿冰解送徐之虎飞升。而如果徐凤年趁着早期多喊上几声姐夫的话，在洪喜相明悟之后，没准会直接给这个小舅子铺平道路，将那些阻碍在徐凤年面前的人全部斩杀。毕竟在人世间之中，最强的战力天花板依旧是吕祖，无论出现多少其他的天才，吕祖的地位也无人能够撼动。不过下一次徐凤年叫姐夫的时候，可能只能等到于福再度明悟之后才行吧。徐凤年的5次机会，但凡抓住一个，整个天下都是他的。第1个，一声小妈，天下都是你的。相信了解雪中的朋友们都知道啊，在徐骁从军之前就认识了北莽的慕容女帝，并且女帝也在当时爱上了徐骁。只不过徐骁这个愣头青啊，对于女帝的爱是没有任何的表示，而女帝也一直没有放弃勾搭徐骁，甚至这位女帝还放出话来，愿意跟徐骁共享天下，可谓是直接倒贴过去了。但是徐骁心中啊，就只有吴素一人的存在，即便是女帝对他再好，徐骁也不会投身北莽之中。但徐骁不同意啊，其实这位北莽女帝也算是已经成为了徐凤年的一位小妈了。毕竟在女帝的眼中，徐骁就是她的男人，但凡徐凤年能够喊上一声小妈的话，天下也就会是他的了吧。并且最后也不会有拓跋菩萨什么事儿了，一声小妈叫出来，拓跋菩萨在徐凤年的面前也只能俯首称臣了。毕竟拓跋菩萨再强，也依旧是一个北莽的臣子，需要受到北莽的制约。既然北莽女帝都是徐凤年的小妈了，还有她什么事儿呢？所以徐凤年的这一生中，其实改变自己人生境遇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。不仅整个天下都会是他的，甚至在江湖之中都没有徐凤年所害怕的事情，那样整个天下不早就太平起来了吗？哪儿还有后面的两莽大战呢？只是徐骁一生都没有认可慕容女帝，徐骁也就更不可能了。天下太平还是需要徐凤年亲手塑造出来，用着自己的实力，而不是那些自己亲人造就出来的关系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徐凤年有哪些机会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